大家好，我係 Susanna，一名韓國嘅 YouTuber，佢咧就係近日咧就喺呢個大阪咧目擊呢個一位男子咧故意咧專登去撞擊女性啊，咁之後咧佢又尾隨對方，亦都見到咧佢係刻意去揀嗰啲外國人啊、長輩啊、小孩啊咁，同埋咧佢亦都冇閃避嗰啲弱勢嘅老人啊。咁咧，加上咧，佢就自己同行嘅友人咧，就對望而笑啊嚇，咁啊就好得戚噶啦。咁啊，而呢位韓國嘅男士咧，就確認咗對方係原來真係蓄意去撞人之後咧，佢都當場咧就上前邊去制止佢哋啊。咁啊，亦都咧用韓文好大聲咁樣去質問啊，an eye for an eye 啊，同樣咧就用個膊頭去撞翻對方啊！真係同佢以牙還牙。咁嗱，示意咧對方唔好再犯啊嚇咁。咁呢位男子咧見對方原來係一位身材高大嘅韓國人啊，咁有啲不知所措嚇，咁亦都咧用英文咧連忙咧就不斷咁樣去道歉啊。急急咁樣離開呢個現場，而呢位 YouTuber 咧就嗰個影片曝光之後咧，就唔少日本啲網友咧都紛紛拍手叫好啊嚇，因為咧你為日本人出頭啊嘛，咁亦都抱打不平係咪啊？真係好事嚟嘅。咁啊，以上行為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好多地方都會有唔同都常有發生嘅。其實出發點都係有啲唔同，因為通常都係唔係變態佬咧，就係精神有問題嘅多啊嘛。咁或者咧啲少年嘅無知去作弄他人啊。咁啊，甚至咧有啲拍攝者咧有趣嘅網片咧去整蠱人都會有嘅，都有咁嘅情況啊。嗱，我睇完呢條片之後咧，我就會咁樣諗嘅。因為好多時候我會見到一啲人拍攝嗰啲外國旅遊特輯啊，或者係啲廣場啊咁好多時候都製作啲模仿嗰啲鐵人啊咁坐喺度啊，咁吸引啲外客咧就坐喺身邊度攝影啦，係嘛？但係咧突然間咧就用隻手啊或者係身體移動啊。嚇親啲老人或者啲細路仔啊，話呱呱叫啊！真係，雖然咧就話拍攝嘅啫嚇，但係咧係有 risk 嘅風險啊，即係 be scared to death in a minute 啊，分分鐘嚇都嚇死人啊！包括你會突然間嗰個人會唔會係心臟病人啊？變咗 accident murder。咁大件事噶咯喎，真係玩唔過㗎嚇呢啲嘢，大家咧就要留意咯喎，咁我對英國咧本土嗰啲文化咧就唔係咁深入去理解啊，咁好記得咧，我初次嚟英國咧就去啲學校嘅外圍活動啊，睇到啲學生啊，諗住去影下相啊。點知原來咧影相係嚴禁嘅，攝錄都要受到警告㗎嚇。加上咧本土人士咧大部分都唔中意上鏡嘅嚇，尤其是我哋移英嘅港人咧，就要理解呢個移居他國嘅習慣啦，要學習咧respect 即係要尊重當地嘅文化交流嚇，social inclusion 啊。咁社會先可以共融噶嘛，係咪？咁你如果想受呢個外國人歡迎自己咧，咁就要 self-respect and low-key 啊，即係要自重同埋低調啲，咁你就襟撈啦。咁你咧起碼咧喺你自己喜歡嘅地方咧，可以住耐啲啦，咁亦都受歡迎啊嘛，係咪？咁我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喎。拜拜。